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是连续假日最后一天哈。我在猜想说，很多年轻人会不会回到故乡啦，或是到外地旅游哈？不过他好像比较聪明，因为太炎热了，大家来到礼拜堂来敬拜神啊，真的是最好的休假哈。我们是不是给隔壁的来祝福一下，说祝你假日平安愉快，好不好？来祝福给个别拱手一下，祝福大家。感谢主，看到很多年轻的面孔，有的是从外地回来哈。祝福大家今天有的要收假啦，回家的路程也都很平安。我们先来做祷告，在一起分享主的话。先来父神，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假期。虽然已到尾声，但是我们在主日一起来聚集敬拜，这是我们最美好的恩典。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在主的盛会教堂，大家彼此见面交谊，大家彼此激励跟祝福，神的恩典就跟随着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5月31号是我们的圣灵降临节哈。那牧师就用一个系列的有关圣灵与我们之间的一些信仰跟属灵的关系，特别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那我们稍微简单归纳，大概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因为有领受到圣经的教导，有圣灵的同在，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丰盛，不只是物质，或是我们在周围的环境在人为看来是很富裕，那就是丰盛，而是有圣灵的同在，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得着完全的富足，这样才是最健康的人生。那我们也了解到说，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一般人不认识上帝的，他们有这种理解吗？其实不能说完全没有理解，因为他们也了解心灵的问题、情绪的问题，人生很多面对无法预测的挑战，这些都会影响肉体的健康。那我们从基督徒的眼光，从圣经来看，我们记得上一次已提起过，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他说是用泥土，是用地上的土来捏造，就是来塑形，来造一个人。那我们知道神的大能，让这个人有足够的各样的机能生命的各种元素都存在。但是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说，上帝用一口气吹了属灵的活气在这个人身上。然后又说，我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他。既然我们这个生命的源头，除了肉体这个属土的部分，这个大自然的元素所塑造我们这个肉体，我们有一天这个肉体的生命结束，它又回到大自然，这个就是上帝创造的原理。但是最关键的部分是圣灵的同在，上帝所吹了一颗属灵的活气，那个活气一直在我们身上，即使我们的肉体已经毁坏了，但是灵魂还存在。那既然我们知道要照顾肉体的健康，我们要照顾我们身体的精神体力都好，但是为什么会疏忽到那个属灵的部分，不去让它一个完整的照顾跟平安呢？那这个是今天我们一起要讨论到，一旦我们有身体有病痛的时候，你找到最好的医生，你去寻求最好的医疗咨询。我们在台湾有一个这个那么完整的一个医疗环境，那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要一个全人的医治，不只是肉体的健康而已，而是心灵的健康。这是今天牧师借着这一段圣经要跟大家复习的哈。那经文我们等一下会做复习，我们就直接来看，到底属灵的眼光看病痛跟救赎是有什么关系啦哈？这个多了一个字没有删掉，对不起。那我们从圣经的脉络来说，人类会遇到这个无法自己克服的困境，有这3个，是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就遇到了这个3个人类的困境，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的。绝望，
第一个是罪跟死亡的绝望。那罪进入到人类身上，人也离开了神，出了伊甸园，上帝就这样子对人类的一个宣告说：男人要汗流满面才能得温饱，女性呢要怀孕之苦。看来这些在我们今天来看，也许是神另外一种恩典啦。但是我们也很清楚了解，人类就没有办法再像伊甸园一样享受没有罪的生活，跟死亡的一个恐惧跟挑战。第二个是人类因为靠自己就没有办法无限了。虽然上帝给我们所有的资源，但是没有办法让你完全得到，所以贫穷跟咒诅的绝望也出现了。那在我们生活日常最常碰到的就是身体的疾病，还有我们肉体的衰退。这个都是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的这些结论。不过有一个让我们感到一个盼望的是什么呢？上帝并没有把这些绝望完全都丢在我们身上，就离开不管了。他不是，因为上帝还保留了一个他的怜悯、慈悲，以及让人类有一个救赎的机会，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赎回，让我们得到一个新的身份。那这个新的身份就得到这3种祝福了。换句话说，有人这样子描述说，亚当犯罪，他是个旧的亚当。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带来救赎之后，他就是一个新的人类，新的亚当。那让我们人也承受了这个新的身份，就脱离了原来3种咒诅的捆绑，3种绝望的捆绑。好，那这3种祝福当然就处理前面那3种所谓的绝望嘛，哈。那3种祝福什么祝福呢？是罪的救赎跟饶恕所得来的祝福。第二个是咒诅得释放的祝福。第3个是我们人得医治跟复活之福。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甚至100年，它到最后会衰残，因为我们还仍然活在这个属世的世界。不过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要得到复活的确信，甚至是永生的确信。但是在这一个还在世上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病痛，我们会受到恶的捆绑，我们要得医治。这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所给我们的。那我们来了解这个根源就是以赛亚书，刚刚我们读了第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的57章18到19节，上帝做了一个应许，帮助跟医治。但是我们如果有时间，你可以翻一下圣经，在以赛亚书57章前面那几节有一个脉络，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原来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应许。那这一段经文我没有印在周报上，是14到16节。上帝怎么应许跟医治呢？这段经文说，上主说，让我的子民归向我，要清除途中的障碍，要修筑道路，准备一切。换句话说，虽然神的百姓一再的悖逆，一再的高拐就不听话，但是上帝没有这样说不要你啦，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子女，所以他说我的子民要归向我，归向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了让子民归向主所以要清除障碍把道路修平这样子。然后第55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说我是至上神圣的上帝，我永远存在，我住在至高神圣的地方，但也注意住在痛悔和谦卑的人当中。神是无所不在的神，神是至圣的神，但是他愿意住在那一些卑微的人，尤其是痛悔跟谦卑的人当中。因为他说我使谦卑的人恢复信心，使痛悔的人获得希望。所以这个经文的脉络是说，人会背逆上帝，人会
违背神的旨意，人会离开神。但是呢，神永远存着那个慈悲的心怀，永远好像让你走回正路，还帮你铺路让你走。啊，你走错路了，走不回来，我还帮你铺一个栈道让你回来，还把路填平。那么多那么好的神，这样帮助你。所以他说：“我虽然是崇高的，是神圣的，但是我住在谦卑跟痛悔的人的身上。”这个就是一个前提啦。我们为什么会得医治？是因为你愿意谦卑跟痛悔。好，所以他说：“我是生命给我的子民，不再挑剔他们的毛病，也不永远向他们发怒。”是啦，神是因为太怜悯我们，不然神发怒我们还站立得住吗？所以他说不挑剔也不永远发怒。上帝是慈悲的，就像父母亲再怎么气孩子只要孩子跟父母亲说爸爸妈妈对不起啦，我做错啦，我下次不敢啦。我们爸爸妈妈大概通常都是就忘记了，刚才的发怒已经忘记了。神就是这样子的爱护我们，所以才会在刚刚我们读的18跟19节，他这样子预告，他说要医治百姓，要安慰悲伤的人，是平安给远近的人。这段经文我们再复习一下，他说：“我已经看见他们的行为，但我仍然要医治他们。”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们如果读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字前置词或是一个连接词都要好好注意他说：“我已经看见他们的行为。”也没有讲说他们是好行为或是坏行为，对不对？但是至少知道人就是有悖逆，又有离开。但是我们前面的经文一接来，就知道说我们有悖逆，有犯罪，但是我们有悔改，有谦卑，那上帝都看见了。他说：“我仍然呢，你只要回归神，他仍然要医治我们。他说要带领他们，帮助他们，我要安慰悲伤的人。所以上主说：平安平安，无论远近的人，我要赐他们平安，我要医治他们。”这段话重复了2次，我要医治。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知道，上帝所说的医治，当然不纯粹只是你肉体的病痛的医治，它是整个全人的医治，是你生命灵魂的医治，那才是神最大给人类最大的祝福。那知道的人，这么好的宝贝，你没有去掌握，那算是我们自己疏忽了，我们自己没有去看重了，那就更可惜了。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经文的一个传承，我们就知道说，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最美好的救赎、最美好的医治，人类活在一个喜乐跟平安当中，当然就要传福音给他们了，让他们知道，好，基督徒要传讲耶稣的救赎跟盼望，因为主耶稣还派了保惠师，就等于是让这个医治、让这个承诺、让这个应许是永远在执行当中，没有暂停，没有休息，没有暂时停止营业。最近牧师跟谢牧师，因为谢牧师手受伤所以有时候到外面去买吃的。我想说，这间店不错，跑过去骑车去了。对不起，我们公休2天3天，因为放假，他就休息了。不像以前那么认真的，从早上开店开到晚上。现在很多人注重休闲嘛，所以即使生意好，我也要暂时休息。好，主耶稣的救赎是永远恒在的，他的指令、他的保证跟应许是永远存在的。只要你愿意伸手，你愿意恳求，你就会得到。所以基督徒在耶稣宝血救赎的时候就已经得医治，就是我们从一个上帝的应许当中，你是得医治的人，但是你为什么没有感觉到呢？因为你还在罪的当中。所以当你得救赎，你得医治，你就是得到亚伯拉罕的祝福。我们为什么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呢？是因为你经历到天堂的喜乐跟平安，忧虑除去了，你得到身心灵的健康，那就是在准天国之中。虽然在这个属世的世界还是被黑暗所掌管，
但是你已经被神所分别为圣了，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确信。为什么？因为我们从理论上是这样子啦，但是因为撒旦仍然没有完全被驱除掉，所以我们的生命会被偷窃，会被杀害，会被毁坏。就好像你自己的家完整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环境，那现在有人住大楼啦，大楼里面有很多的管理员啦，很多很好的一个设施啦、安全啦，我们所谓的这种监视器啦，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办法避免什么样的小偷偷跑进来了，那就让我们原来很安稳的生活被干扰到了，甚至是内贼耶，是大楼里面的住户也是贼之一啊。那所以基督徒呢有这样的确信，知道神给我们完全的医治，而且神怜悯我们，所以在整个旧约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还一直传承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跟宝血呢？你看，人类还是一直悖逆啊，但是神因为爱护他的百姓，所以透过挪亚来拯救了当时的人类，后来又呼召了亚伯拉罕，那让他们一个家族能够得到保全，然后又在埃及受苦的时候，主又透过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你看这个一连贯的脉络，一直到这个王国成立，整个历史就是神的一个怜悯、救赎，然后子民又背叛了，然后又饶恕了，一再重复的故事嘛。那这个是因为我们仍活在这个撒旦所侵扰的这个世界，所以因为这样子，上帝是恩慈美善的上帝，因为他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让人类享受了他的丰盛。虽然人类堕落，但是上帝没有完全收回了。如果收回，我们可以说也许那个时候整个地球就毁灭掉了。如果上帝的能力，他不可以在另外一个星球，然后再创造一个像地球一样的环境吗？但是他不舍弃我们嘛。人类即使这样的罪恶存在，他仍然没有收回他的丰盛，所以他用主耶稣来到这里，来补足那个人类的缺陷、人类的伤害。他用主耶稣来赎回我们。也因为这样，我们有这样前提的理解，这个时候牧师要说的，我不是医生了哈。如果今天是一个医生来这边证道，也许说服力会更大。但是无妨，因为我们真的是肯定医生的能力没有否定的意思。但是我们要理解说，怎么样得到一个完整的医治。圣灵的医治是内在的医治，跟深度的医治是包含在内的哈。有学者这个内在医治的专家，他这样写说，圣灵的医治是包含内在，就是说你内在心灵的医治，不是指哪一个病症哦，是整个心灵的医治，所以叫做深度的医治，也是一个祷告的服事跟祈祷的辅导，都包含在圣灵的医治里面。那内在医治是一个名词啦哈，是近代我们在推动这个全人医治的一个名称。它其实是在说，是靠着圣灵的能力的侍奉。我们有很好的医生来照顾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心灵的、人际关系的、种种的灵魂上的这个阴暗，我们要靠圣灵的医治，就这个意思。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整个医疗体系当然也有心理医生啦，都包括在内，它是外在身体疾病的医治。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我们基督徒会掌握到，等于是这个是宝贝，这个是神给我们特别的礼物，那你也掌握得到，那你不是比一般的人更幸福吗？就是关系的医治，所以是内在深层的医治，是灵性跟上帝的关系的情感，还有包括自己跟他人的，就像一只十字架。直的是人跟神的关系，横的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亲友、夫妻、你的家人或是你的同事，都包含在里面。那你肉体的疾病，也许我去
那个太热的地方或太冷的地方感冒了，这个是一个肉体的直接的影响你身体的循环健康嘛。但是你跟人之间，你跟上帝之间所遇到的关系的破坏，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心灵。那心灵就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更加注意的部分。因为人的疾病常常跟情绪伤害有关呢，哈，所以内在医治就是集中在情绪的问题，那等于是一个思维啦，你的反应啦，哈，都包含在内。就是内在医治是要让基督的医治临到伤害的根源，然后使身体的疾病也得医治。我们不是靠医生的药来治疗你这个现象哦，这个症状，而是你根源的部分到底伤害在哪个地方？那我们要说这个部分好像很专业，因为要接受内在医治，要一个很专门的训练哈。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系统在做内在医治的这个操练，有时候要上整个月或是2-3个月的课程了哈。那牧师只是今天把这个对属灵医治的理解分享给各位弟兄姐妹哈。那我们如果讲简单的话，就是说，你一定会承认说，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健康，你的思维，你遇到的恐惧或者你的怨恨，也会影响你的生活。讲最简单的，很多人看到狗，哇，一直抱，甚至跟他亲都觉得很高兴，因为他跟狗的关系哈，就从小就培养出来。但是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有人看到狗就马上吓跑了，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小时候被狗吓到了，或是被狗咬到了啊，所以他从此对狗就永远不想亲近它，会恐惧。我们也会看到一个彪形大汉，看到一只老鼠，或是看到一只壁虎，或是一只蟑螂，哇，吓得哈哈像小孩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被惊吓到了。那这些事情我们都在生活上碰到，你会知道你的整个情绪会影响到你后来整个人生哦。所以我们常常会在人际关系碰到当中，比如说你曾经讲过某句话啊，你觉得平常嘛没什么，但是某一个人气得不得了，很生气，或者甚至回骂你，你会觉得莫名其妙，干什么？为什么？干嘛这么凶呢？为什么你会这种情绪？原来他可能在某一个时空当中，曾经因为被某种事情伤害到，所以一旦你讲过这句话，就刺激到他原先的记忆。那些恐惧，我想每一个人多少都有了哈。你小时候有碰过什么样的霸凌，都曾经在你身上产生深远的影响。那这个是我们的内在医治的一个对象。所以内在医治是医治我们内心的受伤，在我们里头恢复原边上帝所创造的形象，就是说让我们恢复原先上帝创造的那个美好。因为我们受造本为此，也是为了爱上帝，跟人有美好的关系哈。好，那内在医治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它是集中在情绪方面的问题，因为基督的医治能力临到我们这个伤害的根源。那我们在最近一点分析是说，伤害潜藏在记忆里面，所以有时候在做内在医治会很安静的地方，或是借着一个诗歌让你安静下来，让你的身心灵安静下来的时候，把你曾经受过的伤害把它找出来，把它清除掉。那不是谁有这个力量或是药物帮你处理，是求圣灵来抚摸你。所以很多人在接受内在医治的时候，有的人是哭的哇稀里哗啦，真的是眼泪停不了，因为神把你那个伤害拿掉。有的是一种喜乐的眼泪，因为你觉得说这个困扰我太久了，神医治了我。所以记得我们刚刚讲医治的时候，可能我们第2堂礼拜年轻人比较多，你会觉得说牧师你讲这个题目很无聊跟我没关其实跟你太有关了。
因为你越年轻，你的人生经历越短嘛，你遇到的情绪伤害，你遇到人生所受的愁苦，你赶快处理，你的后半生才是喜乐，才是平安，才是健康的。越晚知道，越晚处理呀，越沉积在那个记忆的伤痕里面，或是在这个伤疤里面，有时候找不到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这个会这样。好，遇到的距离难题有什么？不饶恕，有愤怒，有苦毒，你曾经被拒绝，你自我形象很低，在读书的时候会被那些骄傲的同学耻笑你，连这个也不会，成绩不好，跑步跑得慢你的穿着也被笑，你的头发你的脸部什么样都被一些没有办法去预期的人对你的伤害。所以你的自我形象低，你遇到恐惧，你遇到担忧，这些都形成内在的伤害在你里面。那到最后就变成你这个人到底是阳光开朗的，还是忧郁阴沉的，或是歇斯底里的，或是敏感常常发怒的，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个人会这样子牧师也不知道但圣灵知道。你要去找到这个根源，你要被得医治。不然的话，老是找医生，为什么我吃不好？我老是胃肠不好，一直吃药也没好。我都睡不着，到底是什么原因都不了解。所以弟兄姐妹，年轻人更需要先在一个美好的环境里面得医治。所以我们还要处理我们的罪，透过宽恕来得到处理。因为你不能忽视自己的过犯，因为罪会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当你处理你的情绪、你的伤害，包括你的罪的时候，我们就会带来医治。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在圣经里面叫我们要饶恕呢？饶恕其实不是让别人得好处啦，饶恕是让你放过你自己，让你离开那个伤害。所以呢，圣经刚刚我们祷告文这样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因为我们先免了别人的债，主就免了我们的债。那些伤害就从你的饶恕当中提出来。你不要一直想说这样让他太好过了吧？他伤我那么深，我为什么要饶恕他？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审判或是惩罚不是我们人的主体，是我们因为饶恕，把这样的罪，把这样的伤害把它放下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学会了这一个理解这个程序之后，我们要承认自己需要上帝。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接近神吗？我们要迎向神吗？因为你躲藏不了啊。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讲到说，我要逃到哪里去才能够躲避神呢？逃不掉，我们就坦诚的袒露在神的面前，不要让这些伤口隐藏住，将痛苦交给神。所以上帝的话就能抵挡那个不是从上帝来的声音。各位稍微有空看一下今天周报里面的文章他说有很多情况是魔鬼撒旦在诱惑你，或是在冲击你，你都不知道。让这些上帝的话让你抵挡这些不是从他来的声音，魔鬼的声音，因为上帝要医治我们所受一切的伤害。好，那最后要简单的说今天不是讲内在医治什么细节啦，而是说让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人需要属灵的医治，为什么人需要内在医治。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在医学发达的时代，很多无解无医的病症仍然继续在冲击人类。如果今天说医生打包票，人类从此以后就永远不受病痛的困扰，那人类就上天堂了。没有一个医生敢这样子保证，对不对？因为现在因为人类的一个压力增加，忧郁症病例很多，有人把它称为说21世纪的黑死病。那我们又发现说，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被毒品泛滥所控制，
一个健康美好的人生，一个前途光明的青年人，被药物所捆绑，辖制了人的肉体跟心灵。我们更不用说，现在全人类遇到新冠病毒仍然束手无策。美国这样最先进的国家，那么多的人死于新冠病毒，他们最好的医疗环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的能力还是有限。我们更不用说，已经在我们台湾已经好几十年排行榜第一名的是癌症。那癌症，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得医治啊，或是完全除去啊，所以医生也没有办法解释说这个原因从哪里来的，大概分了很多原因啦，但是绝对不会去逃避说，人是因为你的生活环境、你的情绪、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产生你身体的变化。那个坏的细胞不完全是吃出来的，而是你的心中的忧虑、烦恼、仇恨、苦毒都包含在内。所以我们基督徒享受到一个特别的恩典是，你要去找到这4个领域要得医治：意念的医治、灵魂、身体的医治。好，那我们再进一步说，需要内在医治的缘由是怎么样？因为灵跟魂是包含在内的，因为人不只是一个肉体的一个有机的健康而已，而是灵的部分。魂就包括我们的心思跟意念哈。所以我们都知道，刚刚已经提起过，我再重复一次，就是说人的因为成长的环境、生长的过程，你受教育、你的社会经验啊、你的职场经验，你受过霸凌，产生偏差的思想、行为模式，慢慢，你跟神的关系产生一种距离，你个人产生一种不知道什么原因得来的一种困扰、病痛。甚至有些是从家族所带出来的，那这些都成为我们要处理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从现在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思考说，那你需不需要内在医治？你到底需不需要？我们可以说，理论上可以不用，因为你只要有正确的信仰，浸润在圣灵的保护跟内在医治中，这个是一个前提啦齁。就像我们在诗篇第1篇里面有讲说，他要如树栽种在溪水边，要照时结美好的果子。好像你如果在这个环境当中，很自然就形成这样的结果嘛。但是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理想，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今日我们仍然在恶者的掌管下，所以我们就会暴露在攻击的当中嘛。那我们最近这几个月碰到的新冠病毒的侵扰，你都知道说你很健康，但是你还是要挂口罩。你出国现在世界很多地方都不能去，因为你再怎么健康的身体，你都没办法避免那个病毒的攻击嘛。前2个礼拜我们不是也讲这个主题吗？好，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要坦白小心。因为你本来应该是一个健康的环境，被圣灵所包围，但是我们在这个环境还是难避免不了这个恶者的攻击。那会怎么样呢？因为这样子有时候会产生灵跟魂产生失衡啊，影响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信仰。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内在医治。所以内在医治有时候是个别的，比如说你有这个困扰，你去找这样做过属灵的教导的专家帮你做处理。有的是一个团体的聚会，我们记得在这2、3年呢，我们曾经办过好多次的特会，都曾经处理过你的灵魂的问题，对不对？还要处理这个罪的问题。那有的人好像经过一个游戏一样，也没有真正的释放出来呀。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好像一再的接受，一再的释放，一再的把捆绑放卸下来，或是你的仇恨、你的这个哀怨都完全的释放出来。好，那我们才说提醒内在意志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一个仪式、一个动作，那谁都会呀。是因为我们是跟恶者在征战，所以必须要接受完整灵性操练，而且信仰成熟的。比如说我们会培训我们的小组长，或是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方面的一个很深切学习到的。当然牧者、长老、
长执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经历过，有的是自己受医治了，那学习到一个处理的过程，然后其实是把自己放下而是带领你到圣灵里面得到医治。好，那最后我们要把刚刚读的第二段经文来复习一下。稍后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你如果觉得我不只是现在哪里痛哪里不舒服才要祷告，而是你要被医治，是圣灵的医治，等一下就邀请你不要客气。我们不是靠神，不是靠牧师，也不是靠按手的人，是靠信心的祷告。所以不客气，年长的、年轻的小孩子都可以到前面来。我们要同心的祷告，因为这是信心的祷告。那我们复习这段经文怎么说呢？你们当中有遭遇痛苦的吗？他应该祷告。有喜乐的吗？他应该歌颂。14节说，有害病的吗？他要请教会的长老替他祷告，奉主的名替他抹油。这祷告若是出于信心，就能够医治好病人。祷告是程序但是信心才是重要。好，他说主会恢复他们的健康，病人所犯的罪得赦免，所以你们要互相认罪。这个又提出一个条件了。我们得医治不能说我就是要得医治，其他的我不处理，是因为你要在主面前有信心，而且是罪得赦免。所以义人的祷告，我们在座谁敢讲说我是义人呢？不是在讲那种完全完美无瑕的啦，是因为你已经被处理过，你愿意在神面前敞开自己，被神医治或是被神赦免的，这些人就是义人。好，那现在祷告既然有大的功效，你有没有信心是最关键的。我们可以说一个层次是你受医治的人有信心，第二个是在场的弟兄姐妹，你不会把它当成一种玩笑或是一个游戏，而是你认为说我虽然现在还没有预备好，我没有接受医治，但是我为前面站在前面的人受医治的人祷告，神啊，求你让他有信心被神所医治。那这些见证，这些神迹奇事，就会因为你的依靠，你的仰赖神，就圣灵就一直继续工作。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时间呢，我们有一个确信，就是身体疾病跟关系的医治，都是在圣灵的权柄之下。圣灵带领这些医生有很好的智慧经验来医治我们肉体的病痛，也是圣灵的工作啊。好，圣灵更医治我们关系中所遇到的伤害。然后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就是像雅各书所说的，众人同心，凭信心祷告。好，那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有这个结论：第一个，遇到痛苦的要祷告，喜乐的要歌颂；第二个，害病的要请长老替他祷告，替他抹油。好，那第三个是祷告出于信心，能够治好病人，主会恢复健康，所犯的罪得赦免。而且我们要彼此认罪，因为这个罪才是让你病痛的根源。这个罪一旦除去，彼此代祷就会得医治。义人的祷告是有很大的功效，所以期待我们今日的医治祷告时间，我们确信身体疾病对不起，鼓励今日我们在讲道后我们再唱一首诗歌之后，我们要邀请在座弟兄姐妹。我刚刚已经提起过了，不是你现在马上有什么病症要得医治，而是我得到全人的医治，圣灵医治你的情绪的伤害，你灵魂所生这一个隐藏的伤害跟疙瘩，神要医治你，只要出于信心，彼此代祷，义人的祷告有功效。